了，子龙。让你担任荆州守备？是啊，连我都觉得很意外。军师非要我留在荆州安抚民心，治理地方。这行军打仗我还在行一些，这治理州郡，我哪行啊？众将之中，能文能武，而且性情最稳重的，就属子龙你了。既然军师信任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郡县治，天下安。治理州郡，实属不易啊。子龙，冲锋陷阵都不怕，难道还怕当官啊？你就别磨叽了。我也只能暂时的带领荆州守备一段日子。如果主公和军师有了更中意的人选，我就赶紧撒手吧。这样吧，严城，明天你陪着我到市井里面去看一看。好。这位爷，您吃点什么？里边请。招呼着。哎，美食美酒什么都有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客官，里边尝尝。能看到百姓们安居乐业，忽然觉得这仗打得再辛苦，也是值了。子龙，咱们呢，趁现在难得几日清闲，我们也犒劳犒劳自己。也好。这位爷，您慢走。哎，两位客官是来吃饭的吧？对呀。那两位是本地的吗？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？哎，我们不是本地人。哎呦，真对不起啊，两位客官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哎，这大中午的打什么烊啊？算了，走，咱们换一家吃。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你们算是问对人啦。老朽天天在这儿帮人代写文书，这几个饭馆的情形啊，嘿，我都瞧得一清二楚。可他们也有苦衷啊。老先生，那他们为什么躲避我们？实不相瞒，半个月以来呀，来了几个出官差的人，他们自称是刘皇叔新娶夫人孙夫人的随家护卫。他们不但经常到这里白吃白喝，而且还强收商铺的银子。有这种事儿？哎呀，不会是假冒的吧？嘿，咱们平民百姓谁知道真的假的呀？就算是痞子冒充的，他们也惹不起呀。反正只要听到有操外地口音的，他们就立刻紧闭门板。老先生，这帮人当中带头的长什么模样？为首的那个嘛，子龙，那个人他叫魏德，的确是随孙夫人一起到荆州，而且他还是孙夫人的护卫头领。不光是护卫头领，而且还是孙夫人的亲戚。这么说来，吴侯孙权也是他的亲戚。当然，我已经把此事禀告给孙夫人了。孙夫人说，如果真是魏德，她绝对不会护短。但是，她希望咱们一定要有真凭实据，一定要人证、物证全都确凿无疑。好。啊，他既是吴侯的亲戚，又是刘皇叔的宾客，那怎么告得动他呀？这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当年刘表驻守荆襄时，那蔡夫人一族飞扬跋扈，就是蔡府的仆从下人，都一个个鱼肉乡里，横行无忌，当时无人敢管，无人敢理。难道现在的孙夫人一族就有人敢管吗？不就是让你做个证吗？你哪儿那么多话呀？再说了，当年是无能的刘表，现在是仁义的刘皇叔；当年是蔡夫人，现在是孙夫人，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？最重要的一点，现在治理荆州的是名扬天下的战将，
赵子龙。哎呦，那我就更担心了。赵子龙将军当年为救幼主啊，血战长坂坡，他的英名啊，我们自然听闻过。试想啊，这么一个对主公忠心不二的人，他怎么肯为了我们这些小民而惩治刘皇叔的宾客，从而惹主公不悦呢？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你？哎呦，昨晚上吃坏了肚子，我去趟茅房。哎呦，谁为非作歹？谁欺压百姓？赵将军，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？魏德，你欺压百姓的时候，居然还敢大咧咧的自报家门，现在怎么不敢承认了？你强吃白食，强收商铺银子的胆子，跑到哪里去了？赵子龙，你当了荆州守备，想亮出政绩，那也别拿我开刀啊！我们江东的人，难道在荆州地界上就这么任你宰割？公堂之上，我自然会以凭据来论断。少废话，赶紧的！5时之后，我还要回府守护。要是孙夫人那儿出了差错，我还有你担待不起。魏德，你少拿孙夫人压我，一会儿人证物证之下，一切就由不得你了。哼！来呀，带人证！掌柜的，掌柜的，您快点啊！掌柜的，你好了没有？掌柜的，哎，掌柜的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大堂里面好多人等着你呢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你快点啊！你倒是让开。人怎么没了？你去通知子龙将军，我现在去追。诺。赵将军，那个证人他跑了。人证应该是不会来了。啊，这人不会来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师叔，人呢？诺。现在已到5时，我应该回府守护孙夫人去了。韦德，今日我虽然定不了你的罪，记着，我早晚会将你绳之以法。赵将军，就这么把他给放了？让他走。诺。就不让他走，走，我会这样。就是这么。你，哎，阿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方官掌柜说，当年他们受到了蔡氏一族的欺压，现在无论如何，他们都不敢招惹孙夫人的下人了。你说，他说的这是什么屁话？这怎么能相提并论呢？寻常百姓只求平安，哪怕是受些屈辱，也不能怪他们，只能怪以前律法不彰。那怎么办？走。欺软怕硬的狗官，不肯为百姓做主的昏官，我不想看到你们。消消气，消消气你们啊！出去！哎呦，别动怒啊！狗官，当中，赵将军，看样子老婆婆神志有些不清，你们俩先出去，我跟她聊一聊。好，快添礼。好。
老婆婆，先喝点药啊。来，他们家原本也算殷实，只可惜她丈夫死得早，只有她和儿子相依为命。10天之前，她唯一的儿子遭人哄骗进了赌坊，结果把家底赔了个精光。这还不算，他儿子还欠下巨额赌债。后来，赌坊绑架了他儿子，逼老太太交出房契、地契。老太太自然不肯呐，结果被打伤，被强行从家里赶了出来。老太太经此变故，神志偶尔迷糊。今天在她清醒的时候，她听说要传唤魏德，于是便一瘸一拐来到衙门，准备一并报官。报官？听说赌坊的后台是魏德。魏德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老太太一再骂子龙是昏官狗官，原来她眼见魏德在大堂上嚣张离去，她以为官匪横泄一气，便气晕过去。那老婆婆的儿子现在何处？他儿子赌债尚未还清，被关在……至于关在何处，就不太清楚了。好，赵将军，如果没有别的事儿，老夫就告辞了。好，告辞。子龙，我看这好办，咱们直接派兵把赌坊给围了，逼问就是。我就不信他们不说。强收商铺银子的事情，魏德尚且抵赖。这种私压百姓、强夺田产的强盗行径，魏德又岂肯招认？如果兵围赌坊，而又找不到魏德触犯律法的凭据，我们可就被动了。如果一旦这样的话，轻则触怒孙夫人，重则引起孙刘两家不和。子龙，做事不能这么前怕狼后怕虎。如果再拖延几天，没准老大娘的儿子就被赌坊的人折磨死了。没有凭据，肯定不能调动兵士。而凭据哪有那么好找？严城，你和魏德尚且没有照过面，好，该你出马了。拿得多赔得多，拿得少赔得少，买定必少，我们家小，开，小，哎，让啊！哎呀，这样啊！快点跑！大哥啊！这把你过来就行。我也看了，先头话啊！我刚才不是也是让你输没了吗？呀，准没错，跟我在这里我是薅你们羊。这样行，小子，还想跟我进行任务？先把之前欠我200两的银子还了。大哥，行，拿给你说，你要是不借我钱，我怎么翻本还你钱啊？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大家说是不是？借我钱，要我说不借，不管你怎么还，我再给你1天时间。你要是还还不上这200两银子，要死你的小命！哎呦，各位大爷，我这衣服是偷来的，要不然我把衣服抵给你们，你们就再借给我50两，这样就对。你想跟我耍赖是？大哥，你听说，我看你是皮痒了。没事。哎呀，我要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！
你干嘛？你要动手打人是不是？谁想闹事，给老子闹个看看！也不打听打听这赌坊是谁开的，是你耍赖的地儿吗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也不瞧瞧，是谁先动手打人的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他先打我的，对不对？我没耍赖，我就是想找他借钱。我确实没钱。你呀，你先借给我50两，然后呢，我翻了本就还给你们，行不行？对啊，先借给疯话，那给我绑了！哎呦，轻点儿，轻点儿！这哎，别关门啊！哎，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！哎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啊，兄弟！喂，你快放我出去啊！开门！开门啊！别喊了，别喊了，把门开！别喊了，再喊当心被人吃了。看见没有？那边躺着那个人，他是个疯子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人力气特别大，牙齿特别的锋利，最重要的是，他特别喜欢咬人。哎呀，幸好他现在睡着了，他要是醒过来，听到有人在这瞎喊，那恐怕就……我不说话了啊，你也小点声，我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之前他已经咬死3个人了，你要是再死了，那就4个了。子龙啊，这回你可把我坑苦了，坑死我了！大，快看！大！哈哈！老板，不好了！咱们呢？两个字的说，咱们关押教室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别动！闪开！快点！后面！来，你慢点！快点！老爷，你怎么来了？说着火了吗？没有啊。赵子龙，又是你！魏德，你私设刑堂，仇视、关押、绑架、虐待他人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立刻伏法责罢。如果你胆敢反抗，我现在立刻将你就地正法。哼！启禀夫人，魏德被赵云给抓了。你说什么？子龙，因为欠债而被囚禁在这里的有10来个人。老大娘的儿子还没有找到吗？没有找到。据一个囚徒说，昨天晚上他企图逃跑，结果被魏德发现，就把他拉到院子里，后来就听到一声惨叫。继续找。是。
你为什么不向孙夫人禀告一声？孙夫人大半会儿都在为魏德求情，而孙夫人一旦开口，我到底是尊还是不尊，应还是不应，我很难选。子龙，那你想怎么样？魏德是否被处以极刑，关系到孙刘两家的联盟。我虽然恨不得将魏德就地正法，但为了主公的大业，我不能独断专行，只能先征得主公或者军师的同意。主公远在蜀川，而且忙于战事，而军师他现在荆州，向他禀告最为合适。这封公函就是我要呈报给军师的。报！赵将军，孙夫人已到官衙门口，她要面见将军。这么快？看来想处斩魏德，真的不容易。严城，我现在赶紧把公函写完，然后派人将他报与军师。严城，你先出去挡一下。好。简直是一派胡言！赵将军平素极少饮酒，怎么会醉酒的呢？子龙平时确实很少喝酒，所以才更容易醉啊。子龙破获了魏德囚禁杀害赌徒一案，他为难得很啊。他深知此案错综复杂，心中郁闷无法排解，于是他就想借酒浇愁，结果他就喝了一点儿，他就把自己灌醉了。柳慎，你休想骗我！赵将军分明是不想见我，对不对？孙夫人，我哪敢诓骗你啊！子龙他真的喝醉了，没法见你。不如明天他酒醒以后，我立刻通知子龙，让他到您府上求见。您看这样行吗？赵子龙他想不见我，就能不见我？我孙尚香今天非见他不可。阿洛，给我挽起衣袖，狠狠的！哎，尊夫人，你要硬闯官衙，这可是大罪啊！谁说我要硬闯官衙呢？阿洛，给我挽起衣袖，狠狠的击鼓鸣冤！寻常百姓尚且能申诉鸣冤，难道我堂堂皇叔之妻、吴侯之妹就鸣冤不得吗？冤谷之下，我就不信赵子龙敢不出来。去给孙夫人拿把椅子。不用了。大堂之上岂能坐着鸣冤？赵将军，你赶紧问案吧。孙夫人，你为何事鸣冤？这次来，我是为孙刘联盟的事情鸣冤，也为数万将士鸣冤。我知道魏德私自囚禁赌徒，并使一人死于非命，依照刑律，魏德是该正法。但是赵将军可知魏德是何人？魏德他不只是我孙家的亲戚，他母亲也是我二哥孙权小时候的乳母。如果魏德被杀，必然触怒我二哥，到时候孙刘联盟必然受损。一旦这样，轻则孙刘两家互生怨恨，重则曹操趁机挑起战事。如果到时候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赵将军，你可曾想过又会有数万将士血洒疆场？赵将军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来到这里，并非为魏德一人来求情的。
我孙尚香更为数万将士的性命，向赵将军恳请，我请求你放过他们。孙夫人，使不得！我知道，赵将军你现在握有生杀大权，但请你为大局思虑一下吧。当然，魏德的罪行绝不能轻饶，赵将军可将他重重责罚，而后逐回江东。至于被害赌徒的母亲，我会把她接到府中，像对待亲人一样好生伺候。如果她不肯来我的府上，我会派2个丫头过去，天天的伺候。赵将军，你看这样可好？孙夫人，你先回吧。明天我一定给你答复。报，赵将军，军师如何回复？军师昨晚便去长沙郡巡查去了，根本就没在荆州。好，去吧。诺。孙夫人今天在公堂说的，倒是有几分道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如果真的因为此事酿成战事的话，真的得不偿失。看起来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冲动，只好从长计议。子龙，咱们长久以来最大的人生宏愿就是辅佐明主，兴复汉室。如今刘皇叔的事业刚刚有了雏形，这是大局大事，咱们可不能毁了他的心血呀。如果处长未得，而陷主公于危难的话，我是不忠；放过魏德，而使百姓枉死的话，是我不仁。如今两难啊！这件事我还是有些不放心。这样，我写一封信函，你派人连夜送往长沙郡，务必交给诸葛亮。我要向诸葛亮陈述事情的厉害，我想他会以大局为重的。只要诸葛亮手肯，赵子龙纵然心中不甘，也不敢出战魏德了。诺。大娘，赵云来访。赵将军，你帮我安葬了孽子，又收回了祖屋，老身谢谢了。我看到你将凶犯押入大牢，你是个好官呐。孙夫人也亲自来过了，我看到了她的真诚。人死不能复生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一切都到此戛然而止吧。赵将军，我想亲近，你请回吧。
好，大娘，赵云告辞了。住！寻常百姓只求平安，哪怕是受些屈辱，唉，不能怪他们，只能怪以前律法不彰。律法不彰，律法不彰啊！这，孙夫人，好，太好了！有了诸葛亮的批复，魏德彻底安全了。闪开！闪开！赵将军，孙夫人提前派人捎来口信，她已经在路上了，请将军稍后惩处。赵子龙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让你直去，你杀不了我的。人证物证均一一落实，嫌犯也已画押。来人，在，将魏德拖出去，斩了！好，慢着，你敢杀我？子龙，军师之令。如今我是荆州守备，为百姓做主是我的天职。更何况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百姓不肯信服我，就是以为以前权贵横行，律法不彰。来人，立刻正法！好，好好的，赵子龙，我错了，不然我做鬼也不会饶过你的。赵子龙，杀他！好，该收着。孙夫人，夫人，这已经是第5次了。赵子龙毕竟是荆州守备，如果他老是背着金条在大门口请罪，倘若传扬出去，赵子龙名声受损，也不利于他治理地方啊。如果荆州不稳，
皇叔在西川，恐怕也不会安心呐。赵子龙丝毫不把我孙尚香放在眼里，这口气我实在咽不下去。主公和军师现在都不在荆州，一时半会儿还惩治不了赵子龙。我看不如这样，把赵子龙叫进来，好好痛骂他一番，先出这口恶气再说。赵子龙，就算是寻常的百姓，数次的向你央求，你也得思虑一下吧？为何你杀魏德时丝毫不犹豫？杀魏德，我是不忠；不杀魏德，我是不仁。此事真让子龙万分纠结。但子龙想到，此刻我为荆州守备，我是荆州百姓的父母官，为他们做主伸冤，是我的天职。赵子龙，难道你就真的不怕因此让孙刘两家关系破裂，刀兵相见吗？子龙料定吴侯不会这么做的。想当初，伯服吴侯平定江东之时，对百姓秋毫无犯，江东治军之严明，天下人皆知。百姓听闻吴军前了，单似湖江的前去劳军。正因为如此，伯服吴侯才能迅速的统一江东。时至今日，百姓依旧念念不忘江东孙郎的美。尽管伯服吴侯已仙逝多年，但孙家的仁厚之风仍在。现如今，江东富足，百姓安乐，此乃众谋吴侯秉承家兄遗风所致。江东又多了一个人人称赞的江东孙郎。孙家对蹂躏百姓者恨之入骨，现如今魏德在荆州为非作歹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以吴侯对江东百姓的仁厚胸襟，怎么可能不怜惜荆州百姓呢？这样看来，赵子龙，你是料定我二哥不会主动出兵，是吃定我们孙家了。子龙万万不敢。荆州乃咽喉之地，如果荆州不稳，被曹军趁虚而入的话，不但主公危矣，就连江东也会被曹军牢牢地扼住。荆州要想迅速稳定，唯有猛要去苛，严惩暴徒，彰显律法。这不仅是为了我家主公，也是为了江东的安危啊！你说的呢，固然是有道理，但我仍然是不会原谅你的。我不能让魏德就这么白白的死了。夫人，赵子龙，你给我听着，因为此案，你赵子龙立了威，让荆州的官民为之一振。你要趁势大刀阔斧的进行整治。如果3个月之后仍然毫无建树，那我一定会再找你报魏德被杀之冤的。诺，子龙定不负夫人所托。孙夫人能放弃仇怨，还是因为你治理州郡的魄力，以及为百姓做主的担当。你这个荆州守备可不能辜负了孙夫人。不会的。此次斩了魏德，也确实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。子龙，你想想，只要你一日在荆州，我看没有人再敢放肆。幸亏是我去赌坊佯装闹事，如果换成咱们宝月郡主，还真不知道他会把事情弄得怎么鸡飞狗跳。最近我一直忙着审案，无暇管他，也有很多天没见着他了。子龙，他突然安生下来了，反倒有些不适应。他在忙什么？可能
在苦练刀法。你说他对你那么痴心专一，你是不是也该去看看他？哎，你怎么说走就走了？婉月，我想好送你什么礼物了。早就听闻郡主最近在苦练刀法，这家跌打损伤药乃祖上秘方所制，一旦受伤，效果特别好。赵子龙，你果真是个人才，这种东西你也送得出来啊？我觉得这对习武之人来说挺实用的。算了，这至少能说明你平时寡言少语的，但是还挺关心本郡主的。行了，那我就收下了，没事的时候贴在胸口。这个膏药得有疼痛才能贴的。苍天呐，你怎么会创造出这种不懂半点风情的人？活生生的木头！哎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来荆州的这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谢谢你，子龙。不是吧？可在我的印象里，你好像每一天都过得很开心。说实在的，我还得感谢庞先生，要不是庞先生指点迷津，我到现在还执迷不悟的痛苦着呢。还好我听他的了，他说的对，喜欢一个人就不应该束缚他。现如今我能够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本郡主已经很满足了。说实在的，我还得感谢庞先生，要不是庞先生指点迷津，我到现在还执迷不悟的痛苦着呢。还好我听他的了，他说的对，喜欢一个人就不应该束缚他。现如今我能够天天跟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本郡主已经很满足了。怎么不信啊？那倒不是，只是我觉得，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，每一天都把爱挂在嘴边，难道不怕别人笑话你？只要你不笑话我就行了。我们去扔圈圈吧，走吧。哇，我也要玩，我也要玩。启禀主母，您在南徐老家订的胭脂、珠玉已置办妥当，还请您亲自过目。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从来没有差人置办过这些东西。这可送东西的说，确实是主母您吩咐要买的。没有这样的事情，你速去打发了他，看看是否有什么误会，再来回禀。诺。等一下，送东西的人现在何处？在厅外候着。快请他进来。诺。你们下去吧。诺。小人周善见过夫人。这只珠簪是你带来的？啊，夫人果然是识武之人。你先下去吧。诺。说吧，这珠簪分明是东吴国太老夫人之物，怎么会落在你的手里？夫人，主公特命我带着密函速速前来见夫人，还请夫人即刻跟小的回东吴。我走的时候母亲还身体健康，如今怎么会重病缠身呢？夫人有所不知，国太日夜思念夫人，积郁成疾，没过多久便病入膏肓。既然如此，哥哥为何不早派人前来？夫人，国太就知道
你知道消息之后会不顾一切的回去，所以命我不得告诉夫人。若不是这次国太病重，主公也不会贸然违抗母命，让小人前来报知。大夫呢？怎么说？大夫说，如果夫人能够及早赶到，还能见到国太一面；如果不能赶到的话，恐怕……夫人，国太已命垂一线了，希望夫人能早做打算，跟小人一块返回东吴。住口！谁允许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了？夫人，小人失言，请夫人勿怪。母亲大人病危，作为女儿的我怎么会不心急如焚？只是皇叔此刻带兵远征西川。主公说了，刘皇叔正在西川作战，知道阿斗由您照顾，这样您可以带着阿斗少爷一块回到江东去，夫人即可照顾阿斗，说不定国太看到您跟阿斗两个人，心里一高兴，病就好去一半了。那好吧，你且在此等候，我去与孔明军师商量。夫人万万不可！你想想，国太老夫人病重，与孔明并无瓜葛。如果你非要让刘皇叔知道的话，那么这荆州和西川一来一去，路途遥远，恐怕到时时间来不及，您就是想走都走不了了。但是，如果不报知军师的话，只怕路上多有阻挡。夫人放心，小人已在江中备下船只，只要夫人跟我离开，我定能保证你顺利到达东吴。既然如此，你先去后门等我，待我与阿斗少爷收拾妥当，我们即刻启程。诺。来。我们要去哪儿？阿斗不是一直想要纸风车吗？我们这就去买，好吗？那我还要母老虎。好，给你买。夫人，这边走。夫人等等！快走，夫人！不得伤他。请。严城，严城，严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飞燕，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先不要管我了，你快去告诉子龙，孙夫人带着阿斗离开了荆州，去往了东吴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刚上了马车，好像是往江南那边走了。我这就去通知子龙，你快去水寨通知翼德将军前来相助。夫人，我们已经上船了，你可以放心休息了。我们顺流而下，不需要1个时辰，便可到达无尽。那就速速开船，切莫再出什么乱子。夫人放心。母亲，这是哪里？你不是说要给阿斗买纸风车和母老虎吗？阿斗，我的母亲现在病得很厉害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同回去探望婆婆？等到了吴中以后，我就让他们给你买好多好多的纸风车。母亲，婆婆生病，为何父亲不一同去探望？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啊，好不好？我不去，我要回去找父亲。阿斗，乖，乖。走。不行，我不让你走。你答应少香姐姐要陪我逛街的，这才逛了一小会儿，你就要借故离开。郡主，我已经出来这么久了，军中的事儿，我不能不闻不问了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这条街，咱们俩来来回回逛了3遍了，想要买的东西也都买了，想要吃的也都吃了。子龙真的不明白，郡主为什么兴致还会如此之高。
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，才第一次有了约会的感觉。人家意犹未尽嘛。子龙，怎么了？大事不好，孙夫人带着少主离开荆州，现在怕是已经到了吴中的船上了。走，要不要我帮忙？严城，看着他。子龙，没礼貌。夫人，这江上风浪太大，您带着小主进船舱歇息。我不去，我要在这玩会儿。都乖，不去。来人呐，戒备！鱼，停船！是子龙叔叔，子龙叔叔，子龙叔叔，快停船！子龙叔叔，母亲，子龙叔叔难道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吗？停船，夫人！夫人，您只管带好少主，这里交给小的处理。子龙叔叔，传我命令，加快行船。撤！鱼，停船！又贼！鱼，哎，我的船，我的船！哎，回来！停船！弓箭手准备。放箭！弓箭手继续放箭。夫人在此，不得有失。住手！赵云，你何故如此无礼？冒犯主母赵云，有失。但子龙不知，主母要带少主去哪儿，为何不告诉军师一声？我母亲现在病重，危在旦夕，人命关天，我哪有时间告知军师？主母探病，为何要带着少主？我是皇叔的妻子，阿斗他自然是我的孩子。我若把他留在荆州，他无人照料。赵将军，难道你怀疑我会伤害阿斗吗？主母诧异，我家主公这一生只有阿斗这一脉母血，现在主公征战西川，子龙自然要尽忠职守，力保少主安危。赵云，我看在你平日忠心护主的份上，对你礼遇有加，你却居功自傲。你只是刘皇叔帐下一介武夫，竟然敢插手我的家事！夫人要走便走，但是少主一定要留下。你半路杀到我的船上，已经是罪不可赦。现在你如此的狂妄放肆，看来你是必有反意。你就不怕我回禀主公，定你个谋反的死罪？若不留下少主，纵然万死，子龙
也不敢让夫人离开。赵云，好大的胆子，还不快将他拿下！主母下令，还不快上！子龙叔叔，阿斗要跟你回去。少主放心，子龙叔叔粉身碎骨也要保护你。赵云，你就算武艺再高强，随传到吴中之后又能怎样？只要你肯把阿斗还我，我定让他们放你离去。住手！把船给我停下！给我上！嫂嫂留下侄儿，以便可离去。大胆狂徒！叔叔，何故这么无礼？竟然敢在我的面前行凶！俺可没有子龙这么好说话。嫂嫂趁俺哥哥出征西川，浴血沙场，却带着阿斗执意回东吴，岂不更无礼？叔叔，我母亲病重，甚是危急。若是等你哥哥回来，自会无了我的事。若你不放我回去，我情愿投江而死。不，嫂嫂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哎，若逼死夫人，并非为臣之道。我刚才答应他，只要还回阿斗，夫人想走便走。嫂嫂，俺大哥乃大汉皇叔，身份并没有辱没嫂嫂。嫂嫂如果念俺哥哥对嫂嫂昔日的恩义，便可早早回来。我们走。母亲，哎呀，香儿，母亲，快坐。孩子，你今天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是兄长派人去荆州接我，说是母亲病重，不胜几日，急着要见我，还让我把阿斗也一块带回来。玄德的子嗣阿斗，那阿斗呢？中途被赵云和张飞两位将军抢了去，他们坚持不让我带阿斗离开荆州。那是应当的。阿斗是我们东吴的子孙，阿斗是玄德的命根子。你哥哥怎么把主意打到一个7岁孩子的身上啊？母亲，我看你气色甚好，精神矍铄，身子骨也很硬朗，怎么……孩子啊，你中了你哥哥的奸计了。